2026全英羽毛球公开赛，咱台湾的选手林俊逸拼入决赛，对阵印度是连赢2盘，摕到咱头一座全英单打冠军。另外，双人的组合叶枫伟、詹尤金嘛拍败法国，摕到金牌。 自信今日比赛场，台湾羽毛球选手林俊逸要伫全英公开赛拼对手头一座冠军。比赛一个开始，林俊逸拼势攻击，面对世界第12的印度名将孙恩，目前世界第11的林俊逸展现威力，连续杀球顺利提分。 比赛中途摕到14比9的领先了后，林俊逸就稳定保持，这球灵活甲对手吊球，吊前吊后，互孙恩走甲忝，了后也顺利以20比15抢到头一局。第二局双方有比拼，比分是加正悬。林俊逸头前有小可输挂，休困一下了后，搁再甲对手吊球，而且找机会就来杀球，落尾成功抢到冠军点。 林俊逸欢喜甲倒涂骹花休，庆祝这座将有意义的对手头一座全英男单冠军，也搁较欢喜甲球衫甲球杯拢等互观众做礼物，摕到世界头一座超级1000比赛顶级的冠军。林俊逸这礼拜世界排名也会大进步。 混合双打决赛，卫冕顶头的台湾组合叶枫伟甲詹尤金，甲法国组合大车拼。面对实力真坚强的对手，比赛开始有小可输挂，不过台湾组合并无放弃，一路六安，连摕4分，甲比数6互平。 台湾组合伫战术是真有气势，头一局是以21比19摕到，第二局双方有攻有守，叶枫伟伫后场强力支援，甲詹尤金伫头前快速封网，成功压制对手，落尾21比18摕到冠军点。 这是台湾羽毛球史上伫全英公开赛摕到的头一座混合双打冠军。全英赛有126档的历史，互人号做是小世界杯。过去台湾敢若戴资颖捌伫女子单打摕到冠军，这回咱摕到男单甲混合双打2座冠军，展现新世代球员的实力。公司新闻，陈伟林编译。